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到日本甲美国拢小连锁大咖要来访问台湾。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或者是 Nancy Pelosi 会伫8月带团访问台湾。这也是讲25天以后，国再有美国众议院议长来到台湾访问。另外，咱嘛讲到日本下党派议员要来访问台湾，尤其是关注安全防卫这问题的人哦。时间就伫咧后礼拜7月27，包含像咱讲的自民党前干事，佮有前日本防卫正副防长，尤其咱嘛讲到，伫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以后，来台宣誓支持台湾路线无咧改变。尤其咱嘛讲到吼，即阵虽然中国伫遐坚决反对美国，叫美国特别来安排 Nancy Pelosi 的这个行程，不如过咱嘛看到讲吼，这因真正拢无够反对。今日咧，嘛有美国国防部长 Mark Esper 带团来访，嘛表示讲这个一中政策现此时已经无路用，美国要战略清楚支持台湾。4月份因为确诊影响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马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佩洛西会伫8月份带团访问台湾，展现支持。这是过25年了后，搁一届有美国众议长来拜访台湾。8月的时候会访问台湾的这个报道，那外交部呢，我们并没有接获相关的讯息。佩洛西办公室无回应。报道指出，白宫对佩洛西这届的行程表达关心，敢真正会来台湾也有变数。因为出访的时机对中国来讲是真敏感，拄好是伫咧美中关系紧张的时阵。除了8月7日是解放军建军的纪念日，80批嘛有可能伫咧即几个礼拜来举行。4月份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才引起中国强烈的抗议。即马中国外交部搁一届提出反对。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他跟我们关系非常好，什么样反应呢？一定是负面的反应嘛。佩洛西他也会考虑到，他跟政府不一样，是他不在乎嘛。前外交部长田建仁认为讲，佩洛西前较早就真支持台湾，地位自清，阁真有个性。若真正要访问台湾，白宫是无法度甲伊阻挡。另外嘛，几啊届表态挺台湾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赖斯培，带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访问团来台湾。19总统蔡英文接见，赖斯培呼吁西方国家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佮讲美国应该爱离战略模糊政策较远咧。And of course, it is my personal view tha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outlived its usefulness. That it is time to move away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赖斯培嘛针对台湾防卫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增加国防预算、增加无边防的作战能力、查甫查某拢爱服兵役，而且延长到1年以上。今嘛国际政要小联手来访问台湾，关心安全防务问题的日本议员团体，嘛会伫后礼拜拜访台湾，包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互枪击不幸过往了后，来台湾宣示挺台湾的路线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现主持台湾访问以后，欧洲议会副议长Bill今日行政院长苏贞昌来个接见，双方拢强调讲，咱拢是民主自由的大家庭。Bill 嘛讲咧，希望台湾会当加入国际组织。另外咧，立法院长游锡堃18是带团去访问 Czech Republic， 嘛访问讲哦，这个台湾吼，甲咱讲到进前来访问台湾，讲出我是台湾人。这参议院议长 Vischer 咧嘛亲心来接机，甚至甲接机的这个相片放伫咧参议院的网络头顶，展现对台湾访问团的重视。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专工来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互相赠送礼物表达欢迎。苏贞昌讲到，虽然台欧之间距离远，也毋过拢坚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零距离。比尔也正面回应。In this crucial moment, as we have to face as democracies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which does not respect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which does not let countries in peace, and nations and their sovereignty are neglected. 比尔也讲到，毋望台湾会当加入国际组织，也希望促成台欧签署双边经贸协定。另外，过往2年，立法院长游锡堃应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的邀请，带领跨党派立委访问捷克，2个人一拄面，都来一个小揽，搁握手礼。
že tím hlavním úkolem Evropy pro následující období je nalézt své svědomí a nalézt svoji odpovědnost, a ten nejen za architekturu Evropy, ale i nalézt část své odpovědnosti za to, jak to vypadá na celém světě, to znamená například i na Tajvanu. 捷克人争自由、争民主、反压迫、反威权、不屈不挠的精神，令我非常敬佩。 尤其款向韦德奇传达台湾人民真心意，也送捷克韦德奇参议长访台记事，和对方留念。韦德奇亲自接机的相片，也登上捷克参议院官网的头一页，展现对台湾国会访团的高度重视。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在野党即阵咧批评安倍晋三各种可能的收集，要求执政党进行各种举行审查会议。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乌克兰亲罗西亚地区被发现有请北韩的劳工，联合国即阵就讲宣布因违反着制裁原则。 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第3轮当票，斯纳也是维持领先。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土耳其总统和俄国总统普京来见面，过去咧伊开青灯哦，和这个瑞典、芬兰入去到 NATO， 有人就批评讲，伊即阵的土耳其又是双边来对赌。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伊讲到英国追踪气象363年以来，今年破40度，高温会继续来创纪录。 继续来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中部哦，这个冰船的这个意外，船顶去当时差不多有100外个人，本地是要坐船去参加婚礼。谁人知影这冰船的意外，和婚礼变丧礼，至少20人死亡。 救援人员甲民众救上岸。巴基斯坦18日天发生一件船啊变去的意外，有一只载满参加婚礼宾客的船啊，伫巴国中部的一条河顶悬去变去。 当局来展开救援工作，救出约90人。不过，船仔顶有载超过100名的乘客，已经造成真侪人死亡，有真侪死者的这个遗体，煞咧予民众扛上岸。巴基斯坦庄卡的村民因常常利用坐船仔来做交通工具，嘛因为假使若是坐车，就要经过迄款八关八架、坎坎坷坷无平道路，安尼因开的成本佫较悬。 当地官员表示讲，因无确定船仔顶悬坐人客到底有偌济，干那用机约啊掠一个数字，而且找到真侪具尸体拢是查某的，因为巴基斯坦的女性因大部分拢袂晓游水。टोटल जो फिगर अभी तक बताया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हमारे जो नॉलेज में हमने लोकल से और सारी अकोमोडेशन रेवेन्यू स्टाफ और एडमिनिस्ट्रेशन की हेल्प से जो एग्जैक्ट फिगर किए हैं वो अराउंड 90 to 100 है। उनमें से हमने जो रेस्क्यू किए 64 लोग रेस्क्यू किए हैं और हमें 18 जो है ना वो डेड बॉडीज मिली हैं और 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嘛伫推特顶悬甲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的意思。目前，巴国政府已经派国家救援机构35个畅水师参加救援行动。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另外来关心韩国外交部长朴振访问日本2天，随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进行会谈。再到嘛拜会首相岸田文雄，这除了是朴振头一届以外长身份访问日本，也是3冬以来头届日本韩国外交首长的会面。 日韩两国的外交首长做伙甲喙往拔落来，伫记者镜头头前，马文啊笑搁酷手后翘，挑工来展现两国的和解气氛。韩国总统尹锡悦伫个5月上任了后，日韩之间的互动佫出现真微妙的变化。头起先是尹锡悦伫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了后，特别到首尔的日本大使馆，甲安倍微上来致哀。然后就是朴正头一遍以外交部长身份来访问日本。日韩的媒体对这件代志拢讲，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任内对日本的关系降下到战后上界歹的状况，所以朴正来访问日本，互看作是双方大和解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讲，就算讲对日本较友善的李明博，还有朴槿惠执政的时阵，两国要是伫个即个岛屿的归属，还有慰安妇的议题顶悬咧烧正袂煞，所以讲安互尹锡悦伊上台了后，来展现出对日本和解的姿态。若是要真正来解决这款历史的问题，这是真无简单。公司新闻施家仁编译。
体大的大消息要带大家来看讲，日本出兵王子武生结弦罕有一日今仔日开记者会宣布，未来要搁参加任何竞技比赛。今年伊才27岁尔，伊过去捌伫咧国际比赛头顶摕过真侪金牌。4年前，咱们看到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颁一个荣誉国民的奖给伊，因为咧伊一直咧改写世界纪录，尤其咱讲伊摕到连续2届冬季奥运的金牌。虽讲伊今年参加北京冬奥挑战3连败来失败，敢若摕到第4名。不过伊当时摕到咱讲挑战上关难度的4块半，迄当阵骹因受伤，佮跋倒。但是咧国际出兵总会也是判定，这个咱讲4块半这个纪录有准绳。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路透社这独家报道，伊讲罗西亚本地7月初已经宣布，这个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来维修。即阵换罗西亚天然气公司向这个欧盟国家假批成功，无法度保证100%来供应天然气，原因是西方的这个制裁，互因送去修理的这个设备一直无法度送登去罗西亚这个所在。欧洲国家即阵就开始烦恼讲罗西亚会利用切断天然气来做威胁、来做武器。欧盟各国开始寻求替代能源。另外咧，这个国际能源总署也警告讲，替代能源若是无够，欧洲就要减用天然气。另外，才通度过今年的寒热。顶得间的高温大量消耗能源的欧洲，恐惊还有难关爱过。路透社19日独家报道指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顶礼拜四发批件，讲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已经无法度保证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俄国天然气公司正在进行北溪1号，也就是欧洲主要天然气供应公路的年度例行维修。10天维修期原本已结束，不过这个批件暗示到时阵可能无法度供应天然气。佮讲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地所送修的设备一直无法度为加拿大送回俄罗斯。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икакого пути решения т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оторая возникла по компрессорной станции Портовая, нету. Ну, нету такого решения, понимаете, пока. Компания Siemens пока молчит. 所以上，加拿大已经宣布送行修理好的发动机，运送到德国了后，才由负责提供服务的西门子能源公司，把设备送到俄国。虽然德国政府认为莫斯科若是摕到发动机，就无理由限制北溪1号供气。不过俄国的态度显然也有一寡变数，因为烦恼俄国利用长期来威胁。欧洲各国最近拢找找替代能源。德国礼拜二甲埃及达成共识，要进行氢能经济合作。意大利是向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进口真济天然气。欧盟也甲亚塞拜然签署合作备忘录。We will double the supply of gas from Azerbaijan to the European Union. Indeed, with this MOU, we commit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outhern gas corridor. 不过，国际能源总署警告，敢若靠替代能源无够，总共欧洲储量达到90%。一旦俄罗斯决定断气，欧洲会面临能源危机。因评估未来3个月，欧洲就要大幅度削减天然气的消费量，才当度过艰难的冬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有影为着要避免罗西亚化切断天然气，就切断来做威胁，一寡欧洲国家开始找找替代能源，尤其要摆脱掉罗西亚这个依赖。就像讲德国最近就开发一种伫咧露台顶会当安的这个小型太阳能板。另外，这个 Hungary 是利用地热来取代天然气，更较清气嘛，更较环保。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加打阁继续伫拍，除了造成全世界通货膨胀率升悬，还阁有粮食危机以外，对欧洲一寡高度依赖罗西亚的天然气的国家来讲，罗西亚一直用停止供应天然气来威胁，嘛，互这个国家感觉真正头壳痛。最近伫德国的一间公司，就生产一种会当直接装伫实验室，就是露台外面的小型太阳能板啊。所产生的电会当互一般家庭一个月减负差不多1/4的电池，而且非常环保。And I think we can definitely generate more energy from such a balcony set and do good for environment. 本身就是乌克兰人的这个查某头家，认为要尽量透过各种方法减少对罗西亚的天然气甲石油的依赖。I simply want independence or energy independence for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fund wars. 把镜头转到另外一个欧洲国家匈牙利，匈牙利有65%的石油，80%的天然气，拢是为罗西亚进口的，所以因即马爱赶紧想办法减少对罗西亚的依赖。
比匈牙利第3大城塞戈德，即马就当地咧开发使用地热，若是对涂骹污渍污差不多2000公尺的深度，就会污到大量的温度真悬的温泉水。透过一个热能转换器，烧水会转做热能，唔但会当代替天然气，而且佫会当一直循环来使用。Now we get clean, independent energy from beneath our feet. It's renewable and it's local. 甲天然气比起来，使用地热会当减少6成左右的碳排放量。事实上，欧洲有25%的人口拢住伫个地热资源真丰富的所在。匈牙利这个地热发展计划，若是会成功，嘛会当提供予其他的国家做参考。记者甘燕燕编译。我哋关心2018年伫咧 Florida 州 Parkland 中澳的枪杀案，迄当阵是造成17死17伤，即阵凶手出庭接受审判，陪审团是要决定要甲判死，或者是要甲伊关一世人。检方咧伫咧法庭头顶讲伊粗残犯罪这个过程，受害者家属是听甲嚎甲无力，望这款代志莫搁再发生。我目镜甲乌色喙暗的克鲁兹，礼拜一出庭的时阵，大部分的时间头咧咧无讲话。2018年29岁，伫情人节即天夜青登去家己方退学的中学大开杀戒，造成17死17伤的惨剧。检察官伫庭上详细讲伊的罪行，佮公布伊捌伫作案前3天，家己有翕影片，伊佮讲要杀人。Those words, those actions. Killing 14 children, the athletic director, a coach, and a teacher, is why we're here today. Cold, calculative, manipulative, and deadly. 有一个老师嘛出庭作证，说明迄天报案的经过。Almost instantly, I called 911 just out of instinct. They couldn't hear me over the sound of the gunshots. It was so incredibly loud. And that was it. We just hid under my desk, we hid in the corners, and we tried to stay as quiet as possible until what I heard was like a walkie-talkie type of sound. And to me, that's what a police sounds like. So. 虽然这个枪击案发生到即马已经超过4年，不过相关的讲法甲证词，现场受害者家属听到那亲像佫拆开内心的创伤，因为一直害头，为忍不住一直流目屎。为了安抚因的情绪，现场原后治疗劝台面，希望予家属心理安慰。目前嫌犯已经对17项已经谋杀罪加17项杀人未遂罪名认罪，陪审团要以4个月时间来审理，必须全部拢同意死刑判决，啊若无是终身监禁，袂使加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过来后，就真正有影好好做环保，看到这个意大利这个水都 Venice 经过疫情，开始出现真侪观光人潮，不二个这个粪数量嘛大大增加，尤其这个塑胶水管啊，更加互人伤脑筋。当局即阵开始鼓励旅客啊，多多利用这个饮水机，家己穿管仔来滴水啉。当地水公司和饭店也制作 App 和啉水的地图，要方便民众找找倒位有免钱的饮水用水。欧洲最近温度升悬，出门伫外口都要尽量补充水分。去到水都威尼斯嘛同款，对游客来讲，矿泉水虽然真方便，不过看粪扫人就知影，因逐工制造偌济塑胶粪扫，伫温河顶悬，四界拢会当看到红弹条的塑胶杆仔。为了鼓励游客做伙减用塑胶来做环保，当局呼吁民众多多利用免钱饮水的设施。Nel centro storico ce ne sono 126. Quindi sono distribuite su tutto il territorio, sono facilmente trovabili, quasi una ogni 100 metri. 当地水公司专工推出 App， 甲民众讲威尼斯的市区拢总设置190个饮水机，请大家多多利用。旅馆甲饭店嘛有配合政策，推出饮水的地图。E qui all'interno di questa mappa abbiamo segnalato appunto le fontane di Venezia, le abbiamo segnalate con una piccola goccia blu, come puoi vedere. 为美国来查理甲因岛的人已经开始行动，因分数拢有炸杆仔，随时拢会当停茶啉。You can go through quite a lot, especially on a long trip. In terms of liters and liters and liters of plastic bottles. So we try to carry one with us. We came with 5, but we've already lost 1.
官方的资料显示，威尼斯的观光产业制造的粪扫占当地粪扫的2成8至4成，其中包括侪塑胶干仔。只要游客发挥环保的精神，大家家己造环保杯啊，或者是干仔，威尼斯的市容就会更较清气、更较美丽，嘛会当减少这个城市的负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